作為一個 OK，thank you。呢個小組長作為一個協調者，或者叫佢做引導者啦，facilitators 啊，呢個今晚嘅題目。好啊，我哋做個祈禱，未祈禱之前有咩特別需要祈禱冇？OK，咁我哋祈禱啦，天父，多謝你，感謝你對我哋嘅生命細心嘅照顧，仲係知道我哋所遇到、所面對一切，每日都有你同在，在我哋嘅生命裏邊。今晚我哋再一次把呢段時間交在你嘅手中，求主你親自幫助我哋，叫我哋在學習裏邊真係俾心去學習，因為呢個用我哋嘅時間，我哋都要經過訓練，知道怎樣至可以被你所用。主啊，求你就使到我哋成為一個充實嘅基督徒，叫我哋在生命裏邊不斷嘅成長，有你可以用嘅地方，讓我哋都成為一個分別為聖嘅器皿，啱你用嘅器皿。感謝你，你知道我哋嘅需要嘅身心靈嘅需要，你哋知道。主，我哋在無助嘅時間，仰望你，求你幫助，求你憐憫，求你賜福。再次把邊神交在你手中，你顧念佢，你憐憫佢。OK，只要你講句説話，事情就會成就嘅。榮耀讚美你，多謝你聽我禱告。賜福今晚嘅時間，奉耶穌名字我哋祈禱嘅。阿門。小組長作為一個協調者嚇 facilitator，我哋睇一睇。我哋講到引導者，即係 facilitator 啦，或者協調者啦，OK，即係佢嘅呢一個責任，作為一個小組聚會裏邊係點咧？一方面佢自己要敏感，第二佢要引導成個討論。不過當然有時候帶活嘅唔係你啦嚇。同時咧，大嘅時間要鼓勵嗰啲人參與，個個人都參與咯，嗬，所以佢係重要嘅。嗱，呢個説話，請我哋就讀嘛，要保持事情順利，即係聚會順利進行，而不是自己主導去討論。嘅，咁即係意思啊，個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咯，嗬，呢個字重要嘅 participate，個個人都有機會 participate。嗱，一個説話提醒我哋一個好重要提醒，因為帶 word 嘅時候咧特別記住小組嘅聚會咧唔係教書或者係傳道喎，嗰個係禮拜日或者係查經嘅時間，帶嗰個或者牧師所做嘅。咁你嘅工作或者任務係咩咧？呢個説話請你告訴我，你嘅任務係激發小組成員嘅參與。OK，係，因為你係帶嗰個啊嘛，所以透過你嘅帶動，有時叫佢名又好啦，有時特登問冇人，你嘅睇法係點啊？請你發你嘅高見，咁咪激發佢參與咯。OK，所以呢個係帶嗰個人帶 word 嗰個嘅事係重要，佢要扮演嘅角色嘅。有啲人比較被動啲，有啲人靜啲嘅，有啲人咧係。想係點講？佢比較多啲意見咧。通常佢係想主導嗰個得嗰段時間嘅。咁不過你作帶領嗰個咧，要留意呢樣嘢，要都係處理，知道個個人咧都有機會參與嘅。好啦，咁成個小組聚會嘅重點，特別係講 word 嗰部分咧，個重點係咩？嗰個emphasis 係咩咧？紅色兩個字就係應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嗱，牧師講道裏邊係講真理、教導原則，係咪？把真理透過解經同埋一啲嘅實際嘅例子引用講出嚟，俾大家明白。咁大家嘅生活
處境都唔一樣噶嘛，所以呢個原則係大家都一樣去用嘅原則嚟嘅。呢個原則不管咩人都係一樣嘅，但係引用到個生活裏邊嘅時間咧，因為我哋處境可以會有啲可能唔一樣嘅喎，我哋嘅回應可以唔一樣嘅喎，係咪？所以咁樣使到我哋所學嘅嘢應用到日常生活裏邊，呢個係重要㗎。啊，譬如講饒恕，啊有啲人覺得唔覺得冇咩嘢啊，唔需要饒恕啊。可能另外啲人咧，佢覺得哎呀，最近咧同某人有咗意見喎，大家覺得關係又受到一個影響，有摩擦啊，咁亦要應用到即係日常生活，就真正係要大家彼此去饒恕啊，約食飯啊，打電話啊，乜都好啦嚇。然後咧做到一個饒恕，咁啊應用咧就唔一樣嘅。所以透過呢一個咁嘅應用咧，聽道行道嘅時間，呢個就學習，呢個咧就會帶嚟生命嘅改變。如果唔係咧，係冇乜作用㗎。OK，到呢度有冇問題？啊，你記得啊，兩個字應用，應用到每一個人嘅生活裏邊，禮拜一到禮拜六。嗱，帶小組帶 Word 嗰個咧，我哋點講？鼓勵一個70-30嘅原則，咩意思咧？帶小組嗰個嗬，就唔一定係組長啦，我哋教會就係嗬。不過帶 Word 嗰個咧，佢佔用嘅時間，我哋一般即係佢用嘅時間應該佔幾多 percent 咧？你哋有睇到嗬？如果你可以開麥，最好可以開麥嗬。如果你唔方便都 OK，不過咧，如果你有發表意見要開麥嗬。小組帶 Word 嗰個佢佔嘅時間，一般佢佔幾多 percent 到咧？大約啦30。30。咁啊，其他成員5個、6個、10個，咁佢哋佔70%咯。啊，當然協調嗰個咧係佔用時間多啲啦，因為佢要總結，佢要帶領，佢要 involve 人噶嘛，係咪先？佢自己都有發表意見噶嘛，佢自己都有分享佢嘅見證噶嘛。啊，所以佢用30%度啦。啊，大致上係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所謂協調員。佢從時間角度嚟講啦，呢個係好嘅。咁協調呢個字，英文 facilitate，佢嘅定義就係使到成個聚會變得容易，即係協調，使到佢順咁樣講嚇，順利，大家討論嘅時候好順利、容易咁嘅意思嚇。所以使到佢哋在小組裏邊，大家享受嗰段時間咯，享受大家嘅分享，就係去享受聆聽神嘅話語。做到大家都在嗰段時間覺得，哎呀，討論神嘅話語真係有幫助，咁咪成功咯。嘅，咁喺小組裏邊，每個人有佢嘅諗法嘅噃，所以我哋就要鼓勵嗰啲組員咧講出佢哋嘅諗法啦。嗱，我哋有咩辦法可以使到嗰啲小組，尤其是嗰啲比較靜嗰啲咧，講出佢哋嘅諗法咧？逐個嚟啊 Shirley，你覺得有咩辦法我哋可以鼓勵嗰啲人發表佢哋嘅意見咧？嗯，諗緊啊OK，誒，會引用佢哋啦，用方法去帶動佢哋，引用佢哋進入去呢個話題裡面咯，令佢哋可以發表意見。你去準確啲講，怎樣去引用佢哋咧？嗯，可能會問一啲有關於嘅嘢咯。
嗰一日嘅話題嘅嘢。OK，所以你就會嗌佢嘅名啦。嗯哼，所以你覺得如何，或者你意見點啊咁咯。OK，咁就變咗佢唔發表意見都唔得咯，因為你嗌到佢名啊嘛，你主動去扭佢參與呢個討論啊嘛。OK，另外一個辦法咧，有冇其他辦法？Erica，你係帶小組嘅，除咗嗌佢名之外，咁有冇其他辦法可以鼓勵到人參與咧？嗯，預早啲時間可能會一兩日前去通知佢哋嚟緊嗰日，想大家都每個人去分享某啲嘅嘢咁樣，即係俾多啲時間去預備咯，等佢有一個充足嘅心理或者係一啲必須要分享嘅嘢，即係多啲時間俾佢預備咯。OK，仲好添啊！俾多啲時間佢預備，OK，到嘅時咧唔會講冇嘢講啦，係嘛？OK，咁我諗到另外一個辦法，可以係大家輪流分享咯，逐個逐個咯，係嘛？特別如果係小組唔係太多人嘅話咧，行一個圈都係唔係幾多時間啫嘛。咁到你一定要講咯，跟住下一個咯，跟住下一個咯，所以輪流落去都係一個辦法啦。呢啲咧都係我哋可以用嘅，鼓勵佢哋諗出佢哋嘅講法，或者有時提下 OK，我哋已經聽咗冇人講啦，咁其他嘅咧咁樣講咯，其他嘅咁佢準備好佢咪講咯。你問一句説話，其他嘅咧咁即係唔係講緊説話嗰個咯 ？OK，所以呢啲係技巧嚟嘅，你可以用。當其他講嘅時間，講嘅人其他聽嗰啲咧就要唔好去喺側邊嗰度啊。佢哋有佢哋嘅小組裏邊，其他人又傾，一個人講，其他人又講，咁唔係幾好啦即係鼓勵大家有人講嘅時間，其他人要聽咯。OK，所以小組目標即係透過互相嘅啟發、互相嘅討論嚟建立。彼此建立啦，咁樣講。因為有時喺小組裏邊，我聽嗰啲弟兄姊妹分享嘅時間，都發覺，哇！佢哋諗到嘅嘢都值得我去學習同埋深思嘅喎。OK，因為佢人生經驗都好豐富噶嘛，係嘛？所以大家都有可以彼此學習嘅地方嘅，肯定嘅。依家咧就比較實際啲噶啦。我哋大 word 嘅時間一開場白 introduction 可以咁樣講嚇，咁我哋當然要介紹今日要討論嘅經文咧。一陣我哋要討論嘅經文咧，示範啦嚇，呢個係實際帶大家做嘅，即係林前3章1至9節，你都唔需要翻，我都印埋俾你，一陣我哋睇下 ，OK？ 咁不過我哋要留意嗬，當我哋帶 word 嘅時間咧，我哋問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問咩問題啊？知唔知啊？呢句説話，即係鼓勵要問咩問題咧？鼓勵佢哋去諗嘅。OK，thank you Vincent，你再講。Open-ended question，唔知講錯。Open-ended question，good。英文就叫做 open-ended question。換句話講，呢啲問題唔係你答 yes 或者 no 嘅，係嘛？咁一實都係一句説話啫嘛，唔使諗㗎，係咪啊？一係對，一係錯都。所以你問個問題咧，盡量啦，唔係講唔可以嘅。OK，咁譬如講上個禮拜嗰段聖經是咩嘛？是咩嘛？是咩嘛？咁嗰個答案已經係好明顯係不是嘅咯，係嘛？咁嗰啲都 OK 嘅咁嘅情況。不過盡量問咧，非 yes 或者 no 嘅問題㗎。今日我哋學嘅咧就係呢3個問題啊。任何一段聖經你都可以問嘅。或者 Vincent 可以一陣再 translate 翻去英文OK，幫我而家解釋。我哋依家睇咯，先問呢3個問題係咩先睇一睇。呢段文字即係經文咯，
有咩地方讓你印象深刻 ？Impression，OK？What what leaves or which part of the scripture leaves a deep impression with you？即係咁嘅意思啊。第二個問題，呢段聖經所講嘅同你生活有咩關係 ？How does it relate to your life？即係一段聖經嘅教訓啊嘛，係咪？啊，又同你有咩關係咧？咁咪要引用咗咯，要 apply 咯，係嘛？因為呢個係 application 問題嚟噶嘛。頭先我講要引用啊嘛，或者應用啊。第三個問題咧，就這給你帶來了咩挑戰或者問題咧？咁啊，呢個亦都係關乎到你引用聖經嘅時間會遇到挑戰噶嘛，困難噶嘛，係咪？個人嘅處境有唔一樣啦。不過總之，當我哋行神嘅道嘅時間，會遇到一啲嘅挑戰、難阻、困難，甚至引誘、試探都可能會嘅。呢啲係冇法子用 yes no 嚟回答噶嘛。OK， 所以用呢三個問題咧。依家我哋睇睇呢段聖經嚇，直接示範一下。呢三個問題就係呢段文字，第一有咩地方讓你印象深刻嘅？好啦，印象深刻啊 ！Which part of this portion of scriptures leaves deep impression with you？ 好啦，我哋睇我特登揀短啲，可能唔會咁長。本來我揀長啲嘅，唔知到17節咁嘅，好啦，我揀冇咁長啦，9節好啦。嗱，呢個林前 First Corinthians 3章1至9節，我哋一齊讀好嘛？從第一節開始。第一幕，我哋一齊讀。我從前對你哋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嘅，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嘅，在基督裏為嬰孩嘅。好啦，第一節有冇俾你留下印象㗎？到 Joyce 你在嗎？現在方便嗎 ？Joyce 可能未翻到啊。在。我真係行得行。我哋讀咗第一節啦。We have read verse 1。第一節有冇令你留下印象或者深刻印象嘅一部分一段呢？牧師，你問我啊？係啊。哦，我以為你，sorry。有冇第一節？冇唔緊要，咁我哋讀晒佢先啦，好嘛？一齊問啦。第二節，我是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嘅。你哋乃是屬肉體嘅，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屬肉體，照着世人嘅樣子行嗎？有說我係屬保羅嘅，有說我係屬阿波羅嘅，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嗎？跟住作者保羅講啦，阿波羅算什麼？保羅算什麼？無非係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嘅，引導你哋相信。我栽種了，阿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得生長。可見栽種嘅算不得什麼，澆灌嘅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嘅神。栽種嘅和澆灌嘅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嘅功夫得自己嘅賞賜，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嘅，你們是神所耕種嘅田地，所建造嘅房屋。好啦，第一個問題，頭先我哋講嘅要問嘅呢段文字嘅有咩地方讓你印象深刻？Which part of scriptures or verses
leaves an impression with you？OK， 好啦，逐個答咯喎。我哋頭先講逐個嘛，我哋試一試逐個答啊。先輪到 Joy 啦，Joyce。你嘅話都有沒有哪大家都是在想個部分令你留下這個深刻的印象的，或者什麼東西吸引着你？你是就是說我現在本人呐、還是說假如是大家在一起這個小組裡面的人？不是，這一段經文有什麼地方令你吸引着你，給你留下這個深刻印象的？有沒有比較突出的地方？即係叫我哋唔好成日好似 baby 咁咯。OK，要唔好似 baby 咁啦。要成長，屬靈嘅生命。OK，你睇到呢個 baby 會點啊 ？baby 放尿片啊，吃奶啦，餵奶。奶咯，係咪啊？好啊。係啦。咁如果有 BB 就應該有乜嘢？有大人嘅喎，係咪？佢有冇講大人啊？他沒有講大人。不過呢度嘅大人咧，即係應該係指屬靈方面啦，屬靈嘅人啦，成熟嘅人啦，咁好，再落嚟。粗心的人吧，粗心的人就是用奶餵他，就是跟人家講一些比較，就是說合他心意的話吧。OK， 好。然後，對呀。Vincent 到你分享 ，Which part leaves an impression with you？ 嗰度講到保羅同埋阿波羅佢話冇分佢哋咯，因為神係神 make them grow 嘅，唔係我哋 make them grow 嘅。OK， 第六節係神叫他生長。所以如果係睇到呢節聖經佢哋講我啦、阿波羅啦，跟住咧我哋睇到佢仲有講基法啦，其他地方又講到彼得啊、屬基法啊嗰啲咁嘅嘢，咁意思即係話咧，我睇嘅時候，佢想講乜嘢咧？又有阿波羅。對我顏色啦，又有保羅，即係到底喺教會裏邊發生咩事啊？掙扎。OK，I think very good。爭執或者係比較啊嘅，佢哋中意攞即係侍奉神嗰啲僕人啊嚟比較。而且相比嘅意思即係有一啲嘅競爭喺裏邊我屬保羅嘅，因為保羅咧佢係一個使徒，佢好有呢個宣教嘅能力我係屬彼得嘅，因為彼得咧佢係跟耶穌個十個門徒之一，係個 leader 嚟嘅。OK，佢係從耶路撒冷嗰度咧，佢係 leader 嚟嘅，所以佢哋中意呢個彼得咁。變咗咧，產生嗰種嘅比較嘅心理喺教會嘅信徒當中，所以佢哋咁樣講，保羅咁樣答佢哋咯，咁樣寫出嚟咯。好啊，呢個俾你留下印象。Johnny，你覺得點？你睇到咩？呢段聖經？第8節嗰度。中文唔係幾識讀。The one who plants and the one who waters have one purpose, and they will each be rewarde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abor. 就即係我哋每個人嘅工作侍奉神都唔一樣嘅。咁第日我哋去到天堂或者喺地上，神賞賜俾我哋嘅都係按照我哋
點樣去侍奉神嘅。好，所以每一個侍奉神嘅人，將來我見到主到天堂嘅時間，都會得着獎賞。好啊，羅馬書都有講噶，第2章啊，神會按照我哋嘅行為得着報應嘅，呢個行為都係講侍奉啦。好啊，阿講，你睇到乜嘢？呢段聖經令你留下深刻印象嘅？紛爭啦，妒忌啦。你從乜嘢地方睇到紛爭妒忌？呢度都有講啦，係嘛？好，經文係有講嘅，所以冇錯噶啦，一定嘅。紛爭妒忌。如果我哋再問呢個問題，點解會有紛爭妒忌呢？呢段經文睇唔睇得到啊？叫住肉身咯，所肉體嘅咯，唔係喺屬靈，唔係喺嗰個神嘅立場係咪啊？啲屬肉體嘅就有即係唔屬靈啊，屬靈啊，所以咧有紛爭，有妒忌喺佢哋當中。OK，好啊。嗱，因為我只係揀9節啫，所以未真正睇到咧裏邊所一啲嘅經文咧講到點解佢哋會有紛爭喺嗰度嘅。嗱，我哋用多少時間咯？睇21節。如果你我呢度有3章21節，你哋睇到個經文喎？21節。我不如剪出嚟，睇到冇？嗱，我剪出嚟俾你睇下，方便大家。都係3章嘅喎，同一章聖經嚟嘅喎。到21節佢講咩咧？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喎，睇到冇？佢哋攞彼得、攞保羅攞阿波羅嚟誇口啦嘛。所以睇落去嘅時間，睇到個原因，點解會有妒忌紛爭嘅喎？係咩原因咧？阿講咁樣睇，攞個人比人咯，係咪？愛叻咯，誇口啊。OK，愛叻個心態係乜嘢？嘅心態係咩啊？個態度啊？點解會愛叻？嗰啲叫乜嘢態度？驕傲啊。OK，好啦，準確啊，就係驕傲咯，係嘛？所以因為驕傲咧，嗰種嘅心理，使到佢哋揀嗰個比較，比嚟比去啊嘛。我度講你咁樣咧，係唔屬靈，係屬肉體嘅，即係唔成熟咁解啦。好，再落去，我哋翻嚟咯噃。Edgar，你睇到咩？睇到保羅喺度講緊佢哋嗰個屬靈生命嘅狀況，維持喺嬰孩呢一個階段，一路停滯咗咯，即係佢哋冇成長咯。OK，一個好好嘅看見嗬。所以保羅講佢哋係嬰孩嘅。不過咧，如果你睇哥林多教會咧，佢哋有冇恩賜啊？屬靈恩賜有冇啊？好多添。第1章保羅係咁樣講噶，佢哋好有恩賜噶嚇。又好恩賜，又會點會咁屬肉體咁得意嘅？事實上咧，呢件事咧就發生在哥林多教會嗰度。我咁樣問，咁樣帶嘅時間咧，我哋問呢個問題啫嘛，就發覺大家都發表意見咯，係咪啊？咁你睇到嗰樣嘢，好有得着喎，佢睇到，又好得意哦。你睇到嘅，你睇到呢樣嘢，都幾有意思咁咯，係嘛？就係咁樣帶咯。第二，我哋試下再做埋一個啦，因為時間唔係太多，我哋問埋一個問題啊。咁這同你嘅生活有咩關係咧？第二個問題啦嘛，我哋翻嚟睇呢段聖經。
任何一位啦，咁同你嘅生活有咩關係？冇就逐個嚟噶啦喎。係咪我哋做我哋嗰份，神會 take care of the rest。OK，冇錯，我哋盡我哋嘅本分。OK，我哋唔係叫教會生長嗰個，係神叫。不過咧，我哋要栽種，我哋要澆灌。所以邊神講嘅咧，我哋要盡我哋嘅責任去侍奉啊，去擺上。神咧會知道我哋所做嘅咧有呢個果效，叫佢生長。咁冇栽種冇澆灌就唔會有生長啦嘛，係咪啊 ？OK，啱嘅，即係引用。我哋問緊嘅問題咧就係，咁呢個同你嘅生活有咩關係啊？同你嘅生活有咩關係？Shirley，同你嘅生活有咩關係？Shirley，你未開聲啊？我以為開咗聲啊。係。呢一集經文嗰度咯，如果同我個人啊，係同你有咩關係？生活有咩關係？呢集經文咪神教導點樣去長大咯，嬰孩同埋屬靈咯，屬肉體嘅就係嬰孩，屬靈嘅話長大。咁同埋呢度有有神會叫生長咯，好似你出去去傳福音啊，或者去乜嘢咁樣啦，你去栽種，即係好似咁栽種或者咩澆灌啦，都一樣啦。傳福音嗰陣時，但係咧喺嗰個人點樣叫嗰個人聽福音嗰個人去生長起嚟咧，都係神動工喺佢身上。所以要幫助一個人，使佢生長。你又講到唔好做嬰孩，係咪 ？OK，好啦，你講咗咁，即係呢兩樣嘢。咁呢兩樣嘢咧，同你自己嚟講，在你嘅自己嘅屬靈嘅生命啊，有咩關係？依家又講你自己啦，你應該點做？自己點做嘅話，都係好似按照 A 扎經文咁樣，你自己睇咗，自己吸收咗、消化咗，係咪？幫助咗自己嘅話，咁你去傳嗰陣時咧，去引導人哋嗰陣時，咁你先要帶得咗個果效出嚟，唔係自己齋讀經文、齋講神嘅教導，但喺你自己身上有冇俾到人哋活出咗呢個果效出嚟？咁而你去傳嗰陣時咧，傳俾人嗰陣時咧係唔同嘅，人哋會睇得到你係真係有冇長大，係咪真係講神嘅嘢，係咪係即係見到你神嘅長大嗰度，即係。OK，好。所以你睇到呢度講嬰孩吃奶，所以你嘅引用到你生命嚟講，即係你唔想繼續做嬰孩吃奶，所以你要長大。咁你長大之後咧，就係幫助其他嘅人，叫佢哋咧就係屬靈生命都一樣，生命裏邊可以長大，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咯，都即係人哋會喺你自己吸收成長咗，咁你傳嗰陣時，人哋都會睇到你嘅生命噶嘛，會你傳講嘢嗰陣時，傳講福音嗰陣時都會。OK，所以變咗呢個咧就引用到你嘅生命啦。你嘅嗰句説話應該係我要點點點去做咯，即係咁嘅意思啊嘛，係咪？所以你要長大，就屬靈方面。咁咧長大嘅目的
係要幫助人成長咁嘅意思。OK， 好嘅。到我呢邊神啦，你睇咗一段聖經，你 how to apply？What does this relate to your life？點？我覺得如果我願意點樣講侍奉咧，神會點樣講啊？講英文啦，我幫你。神會安排㗎啦，神會幫助我。如果我冇諗到，我最緊要侍奉咧，最緊要願意咯，願意冇諗到自己唔得咩咁樣。OK，即係最緊要對你嚟講，你有一個願意嘅心。OK，好。咁Vincent 講嘅都係啱嘅，因為保羅喺度講，我哋都係與神同工噶嘛，啱冇？咁與神同工唔係話心不甘情不願咁與神同工嘅啫。從來講到會得賞賜嘛，各人，所以咪應該我哋樂意與神同工咯，俾神用我哋咯。OK， 好。仲有邊個要分享呢樣嘢？即係同你生活有咩關係？是哪一位要有補充嘅請補充。牧师，其实这个是重点就是第九节那一章，就是温神弟兄分享的。其实我们做神工都是与神同工，不是帮某一个人做。保罗在这地方也说得很清楚。不是就是说我怎么样，我算什么？就是以神的工为先。不要把自己看的是怎么样能做什麼，其實我們都不能做，離了神什麼都不能做。OK， 我諗呢個都好嘅分享，因為經文咧，保羅都咁樣問啊嘛，係咪？阿波羅好叻解經嘅喎，唔好忘記啊！因為使徒行傳又講到阿波羅咧，佢好叻解經嘅喎 ，very good in interpreting Bibles。咁或者 scriptures。保羅好叻開荒教會、建立教會嘅噃，係嘛？但係保羅話算咩咧？如果講彼得算乜嘢咧？咁意思係話咧，重要係咩？佢想講嘅係咩啊？重要係咩咧？係神啊嘛，就係帶人翻到神嗰度，功勞榮耀歸俾神嘅，唔係工人，係揀選啲工人嗰位神唔好驕傲嘅。咁呢個咧。我哋咁樣睇嘅時間，就真正睇到發生咁多事喺教會裏邊，可能個教會嗰啲人有紛爭、妒忌就係呢啲原因產生嘅。對工人睇得唔啱，心態唔啱，驕傲啊嘛，屬靈方面唔肯成長，常常吃奶都係留喺嬰兒嘅階段裏邊，所以呢啲都係導致咧咁多教會產生咁多問題嘅原因嚟嘅。透過咁嘅問題咧，我哋發覺頭先係咪即係冇人可以答 yes or no 噶嘛？但係大家可以發表到你寶貴嘅意見嘅。OK，所以咁樣示範啦。咁我就即係我預備呢啲教材嘅時間就特登簡短性嘅啫，冇特別嘅研究過咁樣，大家分享下咧，發覺 OK，咁大家都有發表意見啊，而且都睇得準添，對聖經裏邊嗰啲嘢所睇嘅係好嘅。多謝大家寶貴意見。所以要確保咧，每個人都有機會分享。頭先我哋做到啦。咁如果分享裏邊咧就有人講得唔啱或者係分享嘅時間講出嚟嘅時間咧，覺得係有疑問嘅，咁你作為帶領嗰個咧，或者組長咧，
要澄清一啲誤解喎。咁或者你講嘅意思係咪咁啊？OK，然後咧，即係如果有唔啱嘅時間，你就講出，即係我覺得聖經係喺呢度咁樣講，所以即係同佢澄清一下啦。咁即係我哋引用聖經係咁樣講咯。佢講到乜嘢咁呢度聖經又咁樣講啊嘛，咪帶呢個聖經出嚟俾佢嚟回應佢咯。咁唔係針對人啊嘛，係針對佢睇聖經啊嘛。OK， 保持正軌，即係意思係咩啊？唔好離題咯。當我哋焦點放在聖經裏邊嘅時間，就唔會離題啦嘛。好似頭先咁樣做咯，係嘛？所以如果我哋咁樣把焦點放在神嘅話語嘅時間，着重問呢啲問題，我哋睇到乜嘢？一個觀察啦，印象深刻。This is observation。我哋留下印象嘅係觀察嘅意思嚟嘅。咁對同生活有咩關係？呢個關係到 application 咯，引用或者應用方面咯。呢個遇到咩挑戰？呢個亦都係講到 application 同埋去 appropriate 神嘅話語，即係引用神嘅話語面對嘅困難。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講同呢個經文咧去回應、去觀察、去解釋，然後咧透過一啲原則帶到我哋生命裏邊，我哋去引用佢。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容易離題嘅，因為我哋焦點都放喺聖經嗰度啊嘛。咁同時適當地展現脆弱，咁係咪你可以講多啲個人經驗咯？係嘛？可以組長作為開始嘅，分享你經驗嘅時間就可以把神嘅話語咧，即係透過你嘅經驗分享嘅時候，就可以睇到更多嘅亮光喺裏邊啦。不如就咁啦，因為講到分享你嘅經驗去鼓勵其他人敞開啦嘛。頭先我睇段聖經，你講一講任何一點關於段聖經嘅你自己嘅經驗，你分享一下。OK。我講先啦。講經驗啦，即係你經歷到嘅嘢啦，係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為神叫他生長。你大家都知啦，牧師過幾日開會噶嘛，啱啱過一個禮拜一咧又開會啦，啱啱開會啫，琴日開會，我開到後來搞到5點幾翻到屋企，琴日成日。開會嘅時間咧，牧師之間難免傾偈食飯噶嘛，都有即係開會之後食飯嘅。咁我就食飯裏邊好多時候咧，難免就會問，你教會點啊？教會幾多人啊？嗰啲咁嘅嘢嘅喎，好多時候都會傾到咁嘅嘢嘅。哇，好似有一種嘅比較心態喺裏邊啊。佢建堂可能睇佢幾叻咁，但係佢未建堂喎。咁多年咧都係借人哋嘅地方，好似咧冇咁叻咁。嗰種嘅心態喺裏邊啊，有啲人咧，哇佢啱做冇見外啫喎，但係教會咧又開第二間啦，有種嘅比較心態咧，難免喺同工之間透過大家分享裏邊咧，有嗰種嘅比較心態咧係顯露出嚟嘅。咁呢條聖經提醒我啦，我唔會做嗰種嘅比較咯，人哋要比較佢嘅事咯，呢個我經驗分享。好，其他咧，你點分享啊？翻轉頭，阿江，你會點講你經驗啊？或者經歷？我嘅經驗，
回應一段聖經嘅裏邊嘅教訓嘅。第二個先。OK， 好 pass。Erica， 你分享下，即係呢段聖經所講嘅嘢啊。OK， 唔好離題啊。你有冇啲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嚟鼓勵大家？唔夠時間俾組員預備喎，要諗喎呢個。會諗起即係以往自己經歷，即係以前喺教會嗰啲事情咯。即係有陣時真係會喺教會裏邊，嗰啲叫做咩啊？分黨，分黨結派，係啊，結派嚇，即係我係屬於邊個小組嘅，我係屬於邊個，即係嗰時叫團契，我係屬於邊個嘅團契嘅，我係屬於邊個嘅團契嘅，變咗好似有少少似呢一度啊，講到紛爭係啦。會有一啲係即係屬於血氣裏邊嘅一啲嘅驕傲同埋嫉妒喺裏邊咯，即係應該係話唔能夠容納到其他人，可能其他人比自己強，或者係有一啲閒言閒語喺當中，即係好多時候好容易會落入喺。就算話係教會或者係團契或者係小組都好，好多時候都會落咗喺呢一啲，即係保羅所講嘅屬肉體嘅裏邊。屬體就唔成熟咯，嗬。OK， 好啊。即係咁啊 ，Erica 透過佢嘅生命裏邊嘅經歷咧，佢經歷過咁嘅嘢啦嘛。嗱，我講埋最後嘅結果，最後嘅結果咧就係被拆毀，即係可能嗰個團契或者係嗰個教會或者係嗰一班人，最後尾都得出嚟嘅結果就係分散咯，即係破裂，唔好結果嘅，係啦，唔好結果嘅破裂。好嘅分享，所以都睇到，如果唔成熟屬肉體有妒忌紛爭，結果一定係唔好嘅，一定係反增長嘅。所以即係提醒我哋啊，透過你分享咧，哎呀，即係我都聽到之後，我都提醒我自己啊，即係咁嘅意思咯。好嘅分享。好啦，咁基本上呢樣嘢以後你帶嘅時候牧師講道都會用一段聖經或者其他聖經㗎嘛，咁你咪攞嗰段主要嘅聖經問呢3個問題咯。呢個一個方法，當然仲有好些其他方法嘅，遲啲會講更多。不過呢3個問題你就可以用嘅，因為呢度咧冇講咩特別釋經解經嘢啊嘛，係咪？如果講到咩特別解經嗰啲原則，你未必懂啊。但係呢啲嘢都好基本嘅嘢嚟噶嘛。你嘅觀察，你引用嘅時間遇到咩困難，咁我透過經驗分享幫助你，大家咧一齊去諗出一個可以勝過呢個咁嘅挑戰嘅一個辦法咯，就係咁咯。在討論裏邊咧，主持人可能可以問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咩問題咧？其他人覺得點？咁嘅意思即係話講緊嗰個咧以外其他人啦，咁啊俾機會其他人發意見咯，發表意見，因為我哋鼓勵人參與啊嘛。咁頭先輪流發表意見啊嘛，咁我主持嗰個，我咪做啲小總結咁咯。OK。咁引導者即係 facilitator， 佢唔係話只係聽唔分享嘅喎，因為佢要帶，佢要引導啊嘛，係咪先？免得會離題啊，或者係有人即係佔太多時間，有啲人冇機會分享，唔會咁啦嘛。所以透過一個呢個協調嗰個帶領嗰個咧，咁樣佢協調嘅時間，個個有機會互動，分享佢嘅諗法，咁然後咧
就使到大家在分享裏邊彼此建立嘅。嗱，頭先所做嘅一樣嘢咧，我哋叫做歸納式嘅查經嘅方法啦 ，inductive Bible study。因為我哋冇參考任何查經書啫，係咪啊？我哋所講嘅嘢，從經文裏邊嚟去分析佢嘅，分析佢嘅，睇出佢哋之間有咩重點，即係出現嘅觀念，有咩比較對比 comparison contrast 喺裏邊，有咩被強調觀念 ，OK， 裏邊個背景係發生咩事，我屬保羅，我屬阿波羅啲背景嘅嘢咯。然後咧又睇到裏邊有乜嘢，即係作者特別要我哋睇嘅、強調嘅，佢要強調嘅，佢唯有神唯有神。所以透過一啲咁嘅分享研究嘅時間，我哋都做到一個研究聖經嘅一個方法啊！透過問呢3個問題，然後大家從經文裏邊去研究、去睇，而且要啱聖經嘅，唔係亂講嘅嚇。咁基本上，我哋頭先所做嘅就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歸納式嘅查經啦，係咪？裏邊就有好多細節啊嘛，然後從細節裏邊攞出嗰個一啲嘅教訓或者係總結嘅。OK， 所以當然你自己喺平時嘅時間裏邊，頭先有一個咧講話時間唔夠啊嘛，係咪？咁你自己可以更多時間去睇睇咯，作為帶領嗰個。嗱，我哋在帶小組嘅時間，要鼓勵組員唔好作為一個旁觀者啦。咁即係睇你嘅侍奉，自己又唔肯參與侍奉，呢個唔好嘅。點解？因為你哋要一個人要真正成長，去學習，落手落腳去做，係最好嘅辦法嚟嘅。正如頭先講帶你查經，我哋講咗呢3個原則之後，3個問題、3個原則之後，我哋落手落腳去做，真正去做一做，就唔同咗咯，係咪啊？即係咁嘅意思咯。咁你透過帶小組，你咪實踐呢個帶小組嘅功課咯。咁即係唔好淨係睇人哋去侍奉，你要學報道工作，你參與報道咯，係咪？上個禮拜咁樣你出現，上個禮拜有 Tammy 出現喎，我好開心喎。OK， 咁就主要我睇到好 surprise 添，咁我就亦都我帶住佢啦，因為佢第一次嚟啊嘛，咁咪教佢點講然後我示範俾佢睇，咁同時同佢相交下，鼓勵下佢，呢啲都可以帶佢咯，佢學到呢個報道嘅嘢，感謝主嚇。咁喺小組裏邊咧，總係有啲人咧又諗到佢唔夠嘅，佢唔夠啊嘛，我聖經知識唔夠或者佢覺得佢對聖經仲唔係好明白，所以因為咁咧，佢覺得佢仲唔想帶住。好啦，我想問，如果有人有咁嘅態度或者組員有咁嘅態度，你真係回答佢啊？阿 Vincent 你做組長啊，好多年啦，有冇遇過咁嘅人啊？我未得啊，我未夠啊，唔好咯。有，不過佢我睇都係初都係俾你試下，唔係未必開始玩，好似破冰先咯，慢慢俾你入。簡單嘅俾你做簡單嘅嘢先。即係一步一步帶佢。Yeah。
OK， 好，呢個好嘅方法嚟嘅。咁啊，俾少少先啦，俾啲機會佢先，唔好一下就俾一個好艱難嘅任務俾佢做，或者未必做到嘅。如果真係要佢帶 Word， 可以個日嘅 Word 俾佢帶一個 part， 俾佢試一試先 ，OK， 睇佢點，然後咧再 coach 下佢，呢啲都係好嘅。好啦，如果係在帶查經裏邊咧，遇到一個問題，大家唔識答嘅，咁啊或者係你作為帶 Word 嗰個或者組長，你唔識答，咁點答好咧？點回應好咧？呢個係一個正確嘅態度啦。我哋點答啊？呢個問題我都唔識答喎。好，等我翻去研究下先。下個禮拜再答覆你啊，或者翻嚟小組再答覆你，或者講我哋一齊翻去睇一睇好唔好啊？下個禮拜咧，我哋再翻嚟討論呢個問題。OK 嘅咁樣咁啊，大家再研究啦。或者你可以你作為組長，等我翻去之後咧，睇睇參考書。咁參考書都有佢哋嘅神學嘅立場噶嘛，係咪？所以佢有個立場，代表着佢哋嗰種嘅傳統未必係啱我哋嘅傳統嘅喎。所以或者你都可以應該咁樣講下，揾一揾你個牧師，因為佢又受過訓練啊嘛，咁佢都可以在呢方面幫你嘅，解釋俾你聽。咁嘅時候咧，呢個難題經過我哋一個禮拜，大家都去揾幫助之後，再翻嚟去答嘅時候，就會答到一個準確嘅答案咯。Okay? 如果唔係嘅話，就變咗大家係估下，或者我估係咁，你估係咁，未必啱聖經教訓嘅喎，係咪？所以留意呢樣嘢咯。小組裏邊查經嘅時間會遇到一啲問題，你未必識答嘅，咁就用呢個方法去處理啦。有一個大小組嘅所謂專業嘅啦，比較專家啦咁樣講啊，佢調查咗700個小組長之後，攞翻嗰啲調查翻嚟 survey。咁佢 survey 係咩咧？即係睇呢啲能夠使到小組增長嘅組長咧，究竟有咩特殊嘅恩賜冇 ？Any special gifting involved？或者即係可以睇到咧，有一種恩賜嘅就一定能夠使小組增長嘅。好啦，調查結果翻嚟之後，睇到小組長佢哋對自己有咩恩賜嘅，佢哋 feedback 翻嚟咧，發覺講自己有教導恩賜嘅組長咧，25% 講有教導，差唔多20% 講佢有呢個傳福音嘅恩賜，帶人嚟啦嘛，10% 咧覺得佢愛心好有愛心嘅，20% 講佢有一個領導嘅恩賜嘅，10% 牧養即係講關顧方面啦，然後咧其他嘅就各種其他嘅原因啦。所以即係調查翻嚟結果咧，就冇一個係超過一半或者50% 以上嘅，好明顯地係嘅喎。雖然講教導傳福音教領導都係比較強啲啦，喺呢啲翻嚟嘅答案裏邊。但係冇一個係好顯著、好特別嘅，一定係所謂嗰種增長嘅小組一定有嘅恩賜嘅，冇。所以你就依家接受訓練，將來做組長，你覺得自己冇恩賜，咁你放心嘅。咁在帶領小組裏邊咧，冇話一定要有咩恩賜至可以帶小組嘅，
雖然有啲比較重要嘅啦，呢度睇到啊 ，OK， 所以就唔好灰心或者唔好氣餒啦，叫到你嘅時間，你願意起嚟啊，咁就神咧會用你嘅。嗱，我呢個問一個問題啦，咁禱告咧，作為呢個組長、小組長，點解呢度冇講禱告嘅？Joyce 為什麼這邊沒有放禱告呢？啊，調查回來。禱告不用恩賜吧？禱告你不斷的操練，你就跟神接觸，自然你就會禱告了吧？從一開始操練，慢慢跟着一起就會禱告了吧 ？OK， 你們同意嗎？同意冇啊？因為佢講恩賜啊嘛，係咪？禱告，有啲人咧係有代禱嘅，你可以講係恩賜啦。OK， 有啲人真係啊，佢有一種嘅屬靈嘅辨別啊，佢跪落嚟禱告1個鐘、2個鐘、3個鐘，好享受嘅，佢唔覺得困難嘅。可以咁樣講，有啲人真係有代禱恩賜嘅 ，intercessor 係有咁嘅啊。但係我哋唔可以講，作為一個組長，我冇禱告恩賜，咁我唔禱告唔得咁樣噶嘛，係咪先？你帶領小組一定要禱告噶啦 ，OK？ 咁就唔可以以恩賜作為一個唔禱告嘅一個理由噶嘛。所以呢度咧冇擺禱告咁嘅原因咯。簡單一句，即係冇所謂一定要突出乜嘢咁嘅所謂才幹恩賜，你至可以帶小組嘅。重要嘅，你有基本上你有一種咧願意嘅心，你去幫助人，去愛人，咁啊，其他嘅神會為你預備同埋幫助你噶啦。好啦 facilitator 2個基本嘅要素，我哋差唔多結束噶啦喎，有2樣嘢要有嘅，呢2樣嘢咧，喺聖經裏邊都有提到噶嚇。呢2樣嘢係咩啊？作為組長要乜嘢？愛上帝同埋愛人啦，即係愛你個鄰居，愛你嘅組員啊，愛嗰啲微信嘅人啦，咁樣講嚇。總之愛神愛人，呢個係最基本嘅。冇呢樣嘢，我諗係比較難啲因為唔係講技巧嘢啊嘛，唔係講技術嘅嘢啦嘛，唔係講專業啊嘛，係咪先？大小組唔係講你有幾才幾叻，當然呢啲係有用嘅，但係最緊要都係愛啫嘛。如果唔係愛神愛人，咁係呢個愛字能夠真正幫助到人㗎嘛，係咪？愛心造就人啊嘛。所以英文裏邊咧，常常一句説話，我譯咗句中文啦。The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that you care 所以人民呢句説話可以讀到嘛？人不在乎你知道多少，少，除非他們知道你在乎他們。OK， 所以呢個重要㗎嚇。所以知識，好似保羅講，知識係點啊？叫人自高自大，為人唯有咩啊？愛心能做人啊嘛，保羅講嘅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13章，所以你作為一個組長或者未來組長，呢個愛
係好重要，唔可以冇呢樣嘢嘅。神就是愛，組長都要有愛心就得嘅。咁咧大小組面對困難、人嘅問題等等啊，係咪遇到挑戰啊乜啊？你因為有呢份愛咧，你可以行得更遠又行義理路，幫助到人。所以成功嘅小組佢係點啊？佢話取決於你對小組成員嘅愛。好啦，咩叫對小組成員嘅愛啊？請問Erica，咩叫對小組成員嘅愛？呢句説話。牧師成員係咩意思啊？English 成員cell group members 對小組成員 cell group members， 即係呢度講到咧 ，your success as cell leader depends on your love towards the cell members。OK， 所以我就問啦，咩叫做對小組成員嘅愛 ？What does it mean？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關心多啲佢哋啦，係咪啊？關懷啊！所以嚟講關懷講咩啊？關心咯，一樣。都係嘅啦，我都係講關心。好，愛係一定包括關心喺裏邊嘅嚇。即係你愛人，你要關心佢啊嘛嚇。好啊，仲有冇其他嘅？組員會唔會有唔聽話時間啊？都會嘅。組員會唔會有時言語上不知不覺之間傷害咗你啊？會唔會啊？都可能會嗬。咁啊，要忍耐咯，嗰啲咪愛咯，愛是行口忍耐嘛。冇咗呢個愛同埋忍耐咧，好難嘅。你好想放棄嘅，因為始終我哋講人係咁嘅，人始終係有人性嘅。不過愛能夠遮掩一切嘅罪咯，即係咁咯，聖經講啊嘛，係嘛？所以求主俾我哋有嗰種愛人嘅心啦，就接納、寬容、忍耐。咁就住啦。好啦，有一個學者佢話，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帶一個小組，只要他願意去愛別人。你同呢句説話冇啊？同意冇？任何人喎。只要他願意去愛別人咯，即係總之佢講翻個愛咯。有愛嘅話咧，你就可以帶一個小組嘅。唔係完全同意啊。OK，咁唔同意嘅地方喺邊度？呢度講到好似淨係靠自己去愛一個人。因為我哋上面講到愛神愛人啊嘛。OK，你覺得佢淨係唔愛神，用自己力量愛人就唔得嘅。OK，好啊，明白你諗乜嘢。仲有咧，佢話任何人喎。OK，
如果個屬靈唔成熟咧，得唔得啊？但係屬靈唔成熟應該做唔到，即係帶唔到小組喎。所以你都覺得屬靈嘅成熟都係重要啦。雖然佢有愛心，OK，出邊嘅都有愛心啫，係嘛？但係你屬靈你都好似冇神喺度嘅，咁樣你知咁係。所以你要愛，你愛班人，你曉得帶點帶佢咩方向都得㗎，係嘛？OK，所以句説話咧，我聽到咁樣講，我帶出嚟俾大家問一問你哋，我都唔完全同意呢句説話啊。任何人喎，佢話，我覺得即係佢一定都要成熟啦，屬靈方面。咁非信徒都有啲好有愛心嘅啫，佢點帶個小組啫？係咪？咁啊 Erica 都講啦，要愛，真正愛佢都愛得㗎，愛神啦。咁所以佢生命要改變，要認識神啊，知道咩叫做神愛佢，只有幫到人嘅，然後只有愛人。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你作一個帶小組嗰個協調或者引導嗰個咧，你記得你要做個總結嘅總結今日都講咗啦上面。咁呢度你翻去再睇睇啦。結束會議，咁在結束會議嘅時間，我哋講 work 啊嘛，依家裏邊有報告，有咩報告在最尾要報告一下咯。然後咧要睇一睇或者報告一下，下次開會2個禮拜之後，或者下個禮拜或者下個月要報告一下，咁大家預備。然後咧在結束會議嘅時間。因為大家都傾咗個 work 㗎嘛，即係一啲侍奉嘅嘢，一啲應用呢個禮拜功課嗰啲嘅要做嘅嘢，喺個 part 咧再提醒下大家。呢個禮拜我哋要向人傳福音咯，OK？就鼓勵大家咯，再提醒大家咯，然後結束呢個禱告嘅。再結束嘅時間都要留意咁嘅嘢唔好就咁結束啦。咁要做嘅嘢要做嘅步驟咧個實際嘅方法咧 steps 要做嘅嘢咧，咁要提醒大家要跟住做嘅喎，咁咪真正做到聽到行到咯。如果未係得個聽啫，討論就點啫，都冇結果係咪？冇行動咁一聽到都冇行到啊。所以個 work 唔好少睇佢喎，因為聽到要行到啦嘛。咁就最尾個 part 要提醒佢哋，我哋呢個禮拜下個禮拜要做啲乜嘢咁就真正咧能夠使到所學嘅功課應用到生命裏邊成長嘅。好啦，今晚咧就講到呢度，你哋有冇補充？如果冇多2個禮拜下個禮拜我要去開大會，即係紐約區嘅大會選會長，今次我一定要去啦，都好幾年冇去過啦。所以下個禮拜冇啦，多2個禮拜我哋有少做，我哋2個拜一次㗎嘛。OK，咁今晚咧Jordan，我咁樣叫佢祈禱 ，Jordan 下次你祈禱啦嘛 ，OK， 早啲俾你通知啊。OK， 唔錯你覺得好困難咯 ，sorry。Shirley，你同我哋祈禱結束啦。OK。即係巴天父神感謝讚美你，感謝你俾我哋今晚都有時間參與呢個小組課程，透過牧師教導嘅每一課，神多謝你。亦為到我哋有份參與嘅呢個組長課程嘅每一位，都交到主你嘅恩手中。神求主你保守我哋每一位都有健康嘅心靈，同埋求主幫助我哋呢度嘅每一位都能夠有一個恆久忍耐嘅恩賜，同埋俾我哋有力量。求主你使用我哋每一位學以致用，
成為教會嘅幫助，亦幫助到別人嘅，被主你使用，成為教會發光。感謝主，聽我哋同心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阿們。好，多兩個禮拜之後見，當時 Janet 應該翻嚟啦，Amy 都應該翻嚟噶啦，多兩個禮拜之後。